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福喜来嘅》，我係吳綺蓉。人講一生人啊，是得同一件事情做好來，如果唔簡單嘅哦。唔過我哋今日有請到嘅一位來賓呢，更加講嘛個斜槓青年完全比唔得啦嗬。而又係詩人啊，係醫生啊，又係社會運動嘅推手，做幾多事情都做啊，幾好哦。我哋今日有請到嘅來賓呢，都係詩人醫生鄭貴輝先生，鄭先生好。很好。今日各位嚟接受訪問嗬，大家聽到嘅觀眾大家好。非常榮幸哦，我頭都看到鄭先生都很像小粉絲啊。其實我也很難得呢，我睇下個電視研究體白看到本人。哦。等下拿書本搶咪啊，搶咪啊！本身係冇乜重要啦。沒有，係我睇台北時間太久嘅，如嗰時有機會可以看到安尼，嗰種雖然幾強啊，唔過傳奇人物安尼個也會對鄭先生嘅成長過程會幾好奇。係，我聽你講，係嘉東人，嘉東泰嘅，你嘅成長過程應該唔係講幾順遂嘅種啊。痛苦嘅，相當苦嘅。我爸爸喺我小學2年生就過身嘅。嗰時我有4個兄弟姊妹嘛，2個老大，一個老妹，一個讀書。媽媽都做偏人啦。以下做偏人嗬，媽媽都由爸爸最大妹嗬，下間人都中南強嘛。但是我媽媽佢要讀書，佢就要讀到高等科。家下都高等科都因是唔使人教嘛，因是唔使幾萬教啊，都教大啲人教懂啊，你媽我爸過生日亦都食嘅呢，報紙嘅推盤書啊，都派報到錯都嗌教古樣嘅教懂嘅報紙全部都嗌到教去派報。嗰時嗌你咪咁樣啊，聽送報紙啊，送到睇好3年。唔對，嘛個國小都可以送。國小呀，國小3、4年都可以送嘅。6歲都會煮飯嘅。係哦，做路紅蟲呢？紅蟲嘅，聽說，咪松田收谷嘛，田間水啊，蔬菜啊，皮我媽媽去嘅田區摘菜啊，因為啲田區咪冇人啊，嗰時嘅生活嗬相當苦啦，我記得問細下都反而佢冇買菜嘛，後尾放下唔嘅啦，所以冇，都反正搶埋咧。安苦，唔過唔可能要係親太嘅細人嚟哦，最太嘅要係圖弟弟妹妹，要行愛聽做事，早晨係愛紅蟲派報。咁唔能有可能讀到以後呢咯，嗰個讀書我怕係哦。以下個小學下他可以可能唔係嗰個讀書啦，係咪？嗰時候唔係讀馬書，我成績都過好啊。個小學下唔辦事嘅家長係用嚟嘅客家莊啊？家長客家莊家長客家莊都行人咧最南邊嘅國境啊。都家長過去都冇行人嘅，冇客家莊嘅。你客家莊都有些出門啦，啲出門都仲少人咪出門啲出門都有咧最重要有咧河壩，嘅出門順序全部都河壩，即係2層嘅竹，亦都有咧保衛嘅城堡啊，嗰時因為順序全部好多年嘛，然後有族群的對立嘛，最出名嘅1895戰爭啊，南部戰爭都打家東，日本人東北軍啊打18點鐘，是4場8個人啊，呢個家東嗰時家東一下都咁多，坦然嗰種冇乜講法呢，因老輩做生意都得全部停權嘛，停權對我生意嚟講都最煩啲嘅，都睇有水溝嘛，水溝有4、5條，上尾跳落去潮水嘅，咁以下嚟啦，掉下公路海安尼，冇都睇同投擲水果啊嘛，都真好搞作。雖然你哋幾苦，唔過佢嘅生活環境係對成人係真好嘅嗬。上到唔可以用太自然對話因為太自然地方，後尾看到啥個啊？你講
来讲最好先生啊，有2个啦，伊都90几块先生，伊都5块天球的几块先生。哦，太刺眼，太刺眼，太刺眼是吧？嗰個環境個太刺眼。另外呢，個人哋交通有特別都講，有30%的好容易嘛，可以變嘢都好容易。啊，我都過種以後都個個嘢去順啦。以後都過種時候，以後都開始做啲文青啦嚇，我都會孤獨啊，就會開始呢，一些人讀書，講開談開講話。家下到中學嘅時節都變文青啊！你如果係萬世雖然好教，唔過要過下看書係咪？誒，要看書，我看呢，你睇派報嘛，派報佢都有嘛副刊嘛，副刊你咪看一下寫文章啊，哇，好哦，阿美泰啊，阿美泰我阿妹寫到安好。有認真係送報紙嚇，你個看副刊。唔是送過唔錯哦，但是送報紙有啲好處咯，哪個角度呢？挨到啲啊？哦，嗰個。全部人都提案哈，可是你咪挨做啥件弄做嘛？那個需要處理，哦，那有估計，啊了解，啊那有還蠻嚴，哦那有個講些嘛，那全部提。哦，唔講家下，送報紙啊，仲會養到，如果看到佢副刊文章，哦，弄寫安好啊咧。所佢看作信用啊，你變崇拜啦。咁家下即個有寫啊？唔會寫。咁侬會開始上愛寫嘅咯，幾遲？高中上學下。哦，讀高中家下。高中上學下，高二下吼，係讀高中上學下，成績上頭前嘅啦，頭前啊，青頭前啊。哦，有第一名過呢。哦。但是我理科幾好嘛，數學幾好。哦，數學幾好。啊，文科嘛唔會難啦吼。啊，高二下都，我中班嘅同學有個朋友啊，我寫詩啊，台灣以下嘅最出名嘅雜誌叫《野風》雜誌，我訂出來啊，我看到伊講，哇，嗰種看嘢咧，一個偶像啊，哇，冇簡單咧，嗰時候以下我都開始寫詩，台灣嘅上中強人，上中強人，馬上我訂出來也總編輯天意都請來，同埋公文學。講啊，你講阿門嚟參加也編輯，一下人們都講，人交通出醫生嘛嗬，交通幾條路嘅醫生太貴啊，唔啲樣嘅事情咯。啱啲。山係話，日本時代都見啊，中醫師也全世界啦，哪有冇搞出去啊？因為像你們林部啊，都有140個醫生。係哦。一個林部哦，林部播放哦。係。啊，一條路啊。哦，對外都開始，但係300公尺，係200公尺，有25個醫生，真係。哦，係哦，家東出醫生哦。當出醫生，咪攏出博士，家東出醫生啦。哦，哦係哦。錯，嗰時醫生冇乜了不起啊。冇，行起幾難啊，已經同全國比，係咪？行起，咁奇怪嗬，弄家東按多個醫生啊，嗬，有數到影響，嗰時去讀醫生啊，你啊。冇啦，以下我面都講。以下都我阿公啊，先上嚟睇橋碑嘛，竹田橋碑。哦，如果上嚟睇嗰個人，我媽媽又讀過書嘛，嗬，做日文幾好，係咪啊？阿姨讀書咪幾背啦，嗰時候都點樣都講，做醫生啊，唔係好處，第二，你感染其他什麼，唔係做公務人員嗬，嗰度幾麻煩嘅事情。哦，本人艱苦係咪？唔係，我同年中啊。搞基係咪？啊，有嘛？讀到出國，你讀到冇讀到什麼？我以前試過千多啦。哦。醫生唔咩啊？你即係啲人都可以，有可以入什麼？所以用啊，所以醫院嘅地方什麼，都可以有做這個事情咯。做醫生做應該做事情。啊，你現在要變自由人，半年自由人。啊，另外唔經濟上冇問題嘛。另外社會對醫生嘅態度，過尊敬，安尼態度過好安尼，按又期許幫忙，又期許幫忙，點唔清楚嘅。我安心哦，我移民嘅影響啊，我哋行業啊，我細年嚟去做公務員嘅，因為講過嗰個問題嘛。我有想到家下能仲好，如果想過自由也件事情。我喺故鄉啊，嗬，有兩件事情。
都选客家从日本最特别的，这件事情都1895战争，日本一下都拿到台湾嘛，什么？北部一下都处理好嘛，都来南部处理嘛，南部就有乃木将军啊，乃木将军都东北军啊，东北军新厉害啊，以後參加日俄戰爭東北軍，都啲幫了電力分咗兩路，一個喺東港，一個喺卡通。到到卡通一看，哎，因為安尼東西都有碉堡用嘅啊，有西餐門出冇，有護城河係咪？還有熱燭出冇，有打18點鐘，叫死傷100人。安尼，日本軍死傷要19人啊，安尼，我說呀，195人喺卡通發生。屏東人嗰時候啲啊，第一擺。台灣1956年遐沒有咧白色恐怖嘛，白色恐怖都國民黨遐都清除呀共產黨是嘛，遐交通嘅收復啊，收復有咧人都遐都可能同遐有關係啦，都遐都開始撞人，都死嘅幾下人，做去關嘅幾下人，我說交通嘅兩件事情，因為全台灣蘇南最大，蘇南最大，咁萬世農會萬世唔係唔知一道事情嘛？萬世唔知，裡面下到太學1年，太學1年以下，我都做以後間嘅課程入邊嗰度文化嘛，有法文、德文、英文，我嘛是不懂冇啊，以下都開始搞怪嘛，係嘛？你像萬世先至走出來，都唔上課啊，唔上課都補考啊。係啊！做嘛？所以都冇做嘛？做文學、哲學、歷史、邏輯，看有冇殷海光嘅書，看有冇自由中國呢？以下都文學雜誌啊，以下都3年，以下時常都開來，以下都開始問講，都係藝人是乜嘅人？呢種 identify 啊。你哋肯定嘅成分都蠻成分，行人當然行嚟行人啦，行人你一結構都係蠻成分，咁咩係問題啦？設地區即個深度嘅地區要嚟答案出嚟，而家答案我唔想講啦，大家明？頭先鄭先生講到伊嘅一個成長過程都以太好個嗬，頭講到講頭前3年。冇話題讀書可以做其他嘅探索。加上下來咯，我哋聊一下天過來請教鄭先生。分享到咗嚟福喜來嘅，我哋今日有請到嘅來賓係醫生詩人鄭貴輝先生。到鄭先生講到大學3年生嘅嗬，如大學1年生到3年生，怕係不想放棄對文學的熱愛嗬，佢就如冇馬蹄讀書。安用你又想講裡面係咪有發奮圖強，因為繼續認真來讀醫生？以下都問到講嗬，你哋做嘅人嗬，應該嗰了解。生命嘅學問啦，嗰所以我們都愛可以吹落去一做哲學嘅事情，做歷史嘅事情。我了解講我哋台灣人都係面對乜問題，嗰所以喺深度地方都有啲對概念嘅東西嘅東西，我以為是自家判斷嘅去判斷嘅。3年喺度面對講，做醫生咧。所以說唔係做法醫生咧，做法醫生會醫死人。係哦。你睇到觀音人讀書，相當人讀書啊，都之前係有創作有了很多阿米巴斯社，阿米巴斯社嘅名都係好呢。阿米巴都嘅擔心到嚴重嘛，你都可以試有以嘢為主嘛，都可以行嚟行去行嚟唔知講用都用嘅咧，本來創作都係嘛。3年以後都開始讀書，都不讀到24-5點鐘咧。家下都想講，家都係捱既然來讀嘅以後呢，捱都希望讀，我變做一啲過好嘅醫生。有安尼，對自家期待啊。唔用嚟去評分呀，呢樣嘅事情都係唔對文學安嘅愛，做醫生還可以繼續寫詩下。
还有时间他怕伊要写有感想嘛吼，啊伊遐若要读在学问题，在学问题，当出来伊也唔会讲马上都记得嘛，啊伊个好看天一样做嘛，他怕要写影评啊，安尼。哦，还有。哦，不是马个不是马家东西不会啦，交朋友啦安尼吼，大家不要冇紧，交朋友安尼吼，哦都，但是读书有影响，但是有的东西冇记唔得，有当然写作品的量个少，但是安尼感觉啦，做起的作品的感觉啦，就该成熟哦，魔术安尼啦吼，啊，但是都该顺安尼。吼，如迄一心也有像个创作的个心安尼。迄种心慢中的地方，对文学的安尼，对于文学的一种热情啊吼，爱恋啊，哦，安尼好吧，中学的深度的地方，强国地方啊，啊，不要做同个讲法。哦，刚安尼做医生愈经过无限的呢，还会写影评，吼，还会写诗。侬还有机会做沙皮运动咯？哦，沙皮运动都好多的事情。啊，那里面他都毕业后也都去特别严重的胸腔科啊。哦，去3年、4年哈。4年以下都特别严重，非常的无限。哦，根本以下都记唔得蛮多文学，咱提讲有文学，啊提讲记唔得嘞，安尼，啊冇都写呢。因为3年基本有人要出版啊。出版业呢，迄无什么，今日做上班。哦，安尼3年、4年，咱几来高雄？咱几来高雄安尼？迄即个上海几高雄诶？以下还有靠多嘅美国的嘛，医生执照啊。哦，过去美国，咪都讲无啊，几来南部吼，同埋妈迄个经验吼，咱家庭管用啊，留喺呀，啊再去出国安尼。哦，啊结果。嗰個高雄一下，我哋發展呀，西部河嘛，高雄嘅西部河都邊個入邊開始發展咧，安尼。哦，你係即個開業白安尼？啊，即個開業啊，我哋咪睇省立高雄醫院上班，你咪到市立民生醫院做主任嘛，做到你咪做主任。1987年還好，戒嚴以後嘛，什麼好，啊，他嗰度開始沙皮開始有安尼物件呢種做出來，一下我都死起來。啊！你冇做公務員啊？哦，我在一個基督教醫院做副院長啊。哦，啊，裡面以下都開始做沙皮運動，同佢沙皮運動。哦，啊，1992年開始正式的我們南方綠色革命，就係維園公園運動。就1992年開始。哦，咁嚇侬會有安尼嘅經驗去投入沙皮運動咯？因為係胸腔科醫生嘛，伊不科醫生嘛，啊，高雄以下根本看唔到書嘅啊。哦，啊，佢冇工人啊，都係工廠哦，冇工廠啊，污染個厲害嘛，啊，文化咩唔好咗嘛，哦，啊，那看到就係個負面嘅東西啦，啊，伊特別伊嗰時期講，特別有啲高雄啊，吼，啊，唔要注意哦，要大家嚟散步啊，要變強啊，哦係啊，哦，佢說以後都開始做沙皮運動，做沙皮運動嘅唔免捱呢件事情，你免捱要同嗰度。係中央有理想嘅朋友啊，有啲朋友都有醫生、有律師、有建築師，啊有文史工作室，有啲就武警法咁樣啊，啊個有嘅沙皮工作者，啊有建築家嘅，全部加入我哋團隊裏邊，要開始做南方就是綠色革命嘅。咁嚇侬會想到講，天頂硬來做嘅路係。頭多人講到嘛吼，高雄嘅空氣又唔好，按到工廠，嗰所愛有樹嘅係個重要嘅，嗰所攞來送藥嘅維護員，我來做工業係咪？錯，咁咪送過叫哦。嗰叫因為人睇不過人喺度電台做唔有健康權，哦，啊冇受到污染嘅權利，啊有環保權。佢說有安尼權利什麼？有啲人權利一部分啊。佢說幾下都投入人嘅運動。啊，投入運動迄個，因為人哋主要嘅訴求啊，吼，都清清楚嘛。都嗰個冇工業，嗰時人哋喺度工業，要太工業。安尼，啊，大家都慢慢做嘢都變全國市民共同嘅
共同的理想、希望啊。刚好有遇到嘛个困难，农会送啊是过我20年咯，係咪？18年。是有困難，但是如果一做1993年18年以後，到1993年26年，喺立法院都決定講也做都會公園。不過民進黨也好，國民黨也好，全部立法院都支持。但是以下1993以後，我喺國民黨執政啦。國民黨執政以下都不去交通我啲大風雨嘛吼，咁咪18困難。會遇到困難啊！軍方想要做咧救前夫嘅國債，5千夫一份軍人。和平性尊用嘅啊，分長官啊、較高官啊、美官啊安尼啊，5千夫咱分人民佢說以下都會以前軍方都起唔敢樣講，也軍體什麼，軍方嘅土地唔好同佢搶去，安尼吼，你們安能力啦。什麼何德何能啊？搶人土地什麼？分人民什麼？所以以下都當我睇者，都2000年以下都隨隨便便真嘅啦。以下我哋立法院咧我哋運通嘅代表都張俊選做行政院長，可是也真係都是行嘅。蔡天咯，高雄蔡天大家都係一路嚟落支持嘅，係咪？透過媒體啦吼，因為嗰度媒體都係朋友嘛。不管以下有高雄有民眾日報、台灣時報、聯合報、中國時報，無分黨派全部支持建公園。因為做社會運動媒體真係會重要呢，相當重要。一般我哋設置就俾我地方頭版。係吼，初哥講胸腔科以前應該。無從更加按時行呢，睇個一般會講而家去路會車呀，唔通會偷一空咯。本來唔係度用中啦，對於老市民個平時，嘛都開始都是看下都頭先一些，你咪都是頭先一些咯。如果40以上都住院一些，安尼，你咪入面。認識到一個細妹啦。踢機嘅係咪？錯嚟啊！你係唔嘅食嘅啦，你咪邊食嘅？伊做音樂嘅，佢考嘅嘛，實踐大學音樂呢。都副唱副吹啊！你點多過來嚇？多過來都聽到耳啲嘅。你係一個有一個機緣嚇，你去胸腔科，結果又冇想到胸腔科等到對你做社會運動又有天數哦。你咪胸腔科都用咗胸腔科前3年都以下都唔講嘅，就是唔講嘅，都專門治療肌肉嘛，以下都咪叫咧治療肌肉中心嘛。你咪嚇胸腔科胸腔以後啊，開始改變，改變也變到改無共用，像做血管鏡啊，什麼細胞學啦，嗰度新嘅機器嚟檢查咧，嗰度以下都開始改變啦，改變以下胸腔科變到咧，佢發展咧個啊。你咪做社會運動一個委員長，做嘅研究。也是個年底都冇想過表現係咪？而放棄？唔單止冇表現咯，1994年有成立一個綠色協會，要做高屏海運動啊。高屏運動，連大家啲嘛，美濃反水區嘛。反水區運動以下呢，喺辯論嘛真濟吼，全部係帶去，因為因係將嘅水利局啦、水利署嘅資料啊。從我個咧選嘅資料，選進嘅資料，全部準備好了。辯論去唔是輸過啦。係吼，準備好嘅，總會準備好嘅。啱唔樣嘅啦。啱唔樣嘅，我哋呢個唔錯啊。係吼，其實我感覺金玉鳳正規會醫生嘅陸地講，伊嘅故事講唔係多，伊還有最重要嘅文化，我哋唔前講到呢，我哋了一下聽個繼續來請教鄭先生。
样都转来福喜来嘅现场，我哋今日有请到嘅系诗人医生郑贵辉先生，头多讲。唐老师讲故事，唐啊讲过哦，过去咩吼做过多事情。不过呢，先生唔但像系移民，系以贷款金咯吼。不过呢也按当年吼，一路无听表系对文学嘅热情。好，故说虽然按无限哦，做很多事情，但系写过多20本书呢。好啊，一般国家如系40。14本是这。好。有写词言呢，还有写文化评论。比较时尚评论。哎呀，几多呢？真的是笔耕不错。国本，有冇写国本？哦，国本，嘿哟，国本没有哦。哦，先生对俺哋手机基本感觉，佢重要嘅书，好冇？嘅著作啊。记忆的记点。如何实习？这些，今年都高雄市场写高雄。哦。高雄都在用嘅状况啊，吼，故说那个状况了解起，那病理学。叫做高雄市场用的高雄病理学，咱伫讲高雄人用的想法，分他个地安尼个，咱可是个讲用改变的东西。不错，都考好人要有个方法论啦。你了解沙皮用的，那沙皮无应该安尼存在，无应该，而无应该喺那个伤害人的健康的环境安尼。政府无应该，병音安尼。伤害人的环境吼，继续存在安尼。故说咱不是写诗，但是其实爱做文学，真是认真做咧文学家，深度的面对讲爱文学家，哦，真实的文学家，50岁开始。哦，还有。50岁以前咱写3本书嘛。哦。50岁以后都写明年写1本书。有10年的期间，2006年以后10年的时间。米朝顺9点人去太平湖看书啊，无都写作啊，带 BB 过去啊，带书碟去，不然台北平来去，都写作安尼。咁个灵感的来源系乜嘅喏？我都好写咯。世界上最出名的诗人讲真实的作家，真实的诗人啊，马东西都可以变做伊的材料，问题都唔是咁问题。诗人是讲问题，唔免无东西可以写，迄唔对万事万物搁深的了解，搁深的观察，搁深的体验，安尼个，你都可以写出搁好的东西。另外一点就讲，常常要看世界上一流的作品，看到迄个有影嘅，都好作品嘅，咱哋讲也都係好作品。倒過來講，寫東西，寫人作品係咪？唔只個破壞，唔會同佢當好人比。我是唔是講我作品改好啦？但是我可以講我作品，嗰雖然同佢相樣安尼。所以以下都咁多我這個人生本來選的身份啊，我選的身份10年。我本選我選14年。你寫嘅時節，你講。聽人咧團唔過強啦，講可能即個唔係真好嘅，不過聽人團都冇共樣。唔感覺講唔寫時節，感覺即個題材係乜嘅？我寫東西過泛啦，譬如講我寫格斯嘛，我寫俄羅斯嘛，寫原住民的東西啦，寫太刺眼啦，寫愛情的形式，寫該帶成底層人民的聲音啦，寫。用對安尼威權統治的反抗，這樣一本書，航向自由就會安尼個寫信仰、生命哲學一先係講嘅啦，透過冇聽人哋講，但是我是要寫生命哲學。裡面還也探討的東西，就講生存呢，人做乜嘢會活着要做乜嘢，生命意義嘅乜嘢，所以變嚟找好新的東西。但是唔要再好，是反而死人了。所以我嘅東西，改到方面，都有安尼。你寫嘅時節係，我個好奇都係，我對詩人啊、作家，我有一個好奇都係，你寫嘅時節係，我想要抒發，還係講我想要分享嗰度啊。這個原來寫到7本時節吧，我有擺我嗰個起碼都。其實啦，我哋問我姐同佢生意講，
哎，爸爸写死的那些，冇那一滴啊。哎呦，那家咩唔滴啊？哦，唔滴唔出关。关。那下，佢说那天那过下死啊。哦。啊，特别太皮肤也一定的啦吼。啊，那生意讲，我爸爸半夜能写北方来写，来讲半夜北方来，你妈妈看到妈不死嘅。哦，伊唔滴唔嘛嘅，完全冇看到唔吓死。写，啊，冇用写安尼吼。哦。我说奶奶期待哪个讲，你们带人弄都不哭。哦。我说唔係對萬事萬物哦，我有咧真敏感嘅心理款，也寫不出來。唔係唔講寫嘛就寫嘛，你啱寫東西啊，寫唔出好東西啊。是為了情啊。是情愛啊，然後你會召喚愛。哦。嗯。這就是我們凡人無法理解的。我種死弄無來情愛咯，什麼情咯？個咧，有情別嘅東西較多個嘛。哦，唔支持你哦。多謝啊！古做錄下嘅，你冇看到唔睇那個寫詩，冇看到唔錄寫七本嘅安尼。差不多看到啦，差不多係睇咖啡嘅沙發嘅，古話都錄寫嘛吼。啊，所以佢哋爸爸。我根本唔係演繹啊！哦，唔係演繹，啊，你見寫。你咪都幾地步嘅？啊，都睇地步啊！哦，做先睇地步啊！見寫，寫起人我講，誒，頭先喺埋嘛。哦，咁開始講法，啊，之後咪叫安尼啊？一點係睇專心啲啊，相當同樣啊！哦，係哦，你係唔啲嘛，完全，佢講有人喺埋，係，嗱之後後面然後有人喺埋，啊，唔係特別。也個寫下來，都一個段落誒，才會回神。做，那不過來呢？那不過來要人間的時間。哦，還有安琪哦，咁你看你有可能寫下時哈？我幾個生意會看，四個生意有2個會看。哦。阿伯我寫吼，我頭看，就講你要是寫不滿人啊，請示寫不滿寫不噴人。咁唔用嚟講。係講看到啲嘢啊！哦，明明都底下本呢，係咪？是。哦，一般呢，老師還出了一啲新嘅書，唔過唔係老師寫嘅，係一啲口述歷史，很多味有簡詞，係一本書我有看呢，哦，幾豐富呢，都係一路以來用嚟行來嘅哦，吼，我有安尼經驗，我出一本書。你來一幫人也好，我得到嘅客家。一生貢獻獎啊！得到獎嘅人呢，都而家出嘢呢，訪談都口述歷史，都會博景片嘛。哦，啊，其中有4個人嘛，呢都總壽中啦嚇，你都李橋哥嘛，林光華嘛，英愛嘛嚇，壽中所嘅東西出來，啫嘛。另外李橋哥話冇出嘅，唔出，林光華咩唔出，我說我都寫嘢，佢清楚嘅，彩色字哦。如民眾日報副刊的主編，因為我哋沙皮運動嘅夥伴啦，我哋文獻全部做啊，我寫也寫每某家個簽字嘅副稿圖，如做1年班嘅，1年班不2年訪談，2年拜拜，其他嘅我道具啊，導演啊，一路問，有唔講他們有咧影帶嘛，係嘛？有啲光碟嘛，有時間你看光碟，買好上相片嘅就全部嘛都入邊。哦，一般嚟寫1年班，1年班都出嚟，點解T班冇嘛？T班買嚟嘛，T3班出嚟，T3班1000本啦。也個對其實對台灣係個重要嘅歷史呢，吼，像尤其沙皮運動嘅團，伊個詳細呢，寫個詳細哦。也可以做沙皮運動嘅一個參考啦，嚇。實體冇經驗啊，唔講媒體什麼，啲媒體冇經驗啊，環境冇經驗，媒體幫忙佢睇，因為我哋平常就立邦牌，你都睇台灣時報同民眾日報做主編嘛，我哋過去嘅，當然喺度嗰種共同嘅現場都公認嘛，水可以新嘛，安尼嘛，嗰時候都頭版，台灣頭版啦。另外有個重要一件事就係講，台灣人讀嘅書啊。做文學嘛係咪？歷史嘛，文學嘅書啊，基本上都有2件事情，一個都文言文啊，白話文啫嘛。全世界嘅家冇人讀文言文嘅書啊，
像莎士比亚的东西，又叫做现代的英文嘛，用图嘛。咱台湾咩啊？除了全部2000年的东西嘛，对嘛？要体条呢唔好，冇都教育现代公民。体条历史啦，哦，好嘛？体条你讲，也文学里边都在一大部分写台湾的，也作品里边都在一部分同咱的土地有关的。像咱的人民的欣赏，心声呐，哦，也都各个方面问题。有问题，里面爆发问题问题，伊人就人解决的，都难以谈判啊，那个朋友就要谈判，他总告不中谈判，安尼哦。另外一个就是历史嘛，历史没有这个土地的史观嘛，就怎样历史都台湾史就变作，历史的正史跟台湾史，霹雳国家都按照东亚洲国家都亚洲史、东亚史，这种改变对台湾来讲影响真大，也事情呢多少有参与去啦，有去参加呢事情，有去规划，有去谈判啊。不错，郑先生对文学的热情应该还是持续吼，还是会继续写。我想继续写，但是哦，事还没来深来。搁较讲啦，各种最近各种摆放来，各种讲来，各种唔想无安尼一起来个嘛，但是咁样等。哦，希望是搁跌落前难。错，摆放来，各问。今日非常感谢郑贵辉先生来到现场同我们分享的故事，多谢。贵辉你来上下节目啊，感谢主持人、总所有工作人员。